呢度係廣西河池都安縣板嶺鄉，今日呢度開日，好熱鬧。有板嶺鄉嘅新市場。嗱，前面都有狗仔有貓賣。呢度有兔仔。土狗。有到這個你免熱嗱，嗰隻喐下喐下，嗰隻好玩。大嘢就聽。這個深圳就知道。好，仲要拎翻嚟。人家你跟翻。兜個圈睇睇有咩賣先啦。差唔多散開啦，都而家10點幾。艾糍、花生芝麻、艾葉。大白餅、豉油撈豉肉、撈豉泥包豉肉。呢邊係板嶺鄉嘅新區啊，全部起緊屋喺度。呢邊好似淨係一個市場。以前舊鄉入邊嘅市場已經拆咗，而家搬晒過嚟呢度新市場度。呢度賣啲沙田柚10蚊3個，5蚊1個，紅肉嘅沙田柚。快件3個，來了，快件3個，快件3個，就咁大個。鮮的打包。呢個鄉好大嘅啫，起咗好多新樓。卖藥草。论那个论，饭店怎么选米饭馆？缅甸都有吧？
有好多嗰啲哦，9蚊半。啊！廣西脆梨。脆梨5蚊，5蚊一斤，新鮮。呢度全部都係啲生。呢度板嶺鄉嘅舊街。12点多下来的。抓住啊，你这个！從板嶺鄉嗰度出嚟，經過條村邊呢度，有條河流嗰度入去，啲水好清啊！而家接近中午太曬，入去避暑先。今晚準備上嗰度山頂嗰度睇日出，聽日睇雲海，睇睇有冇雲海睇。山頂嗰度有座廟。個觀景台嗰度，而家太曬啦，落嚟條河邊度浸下水降下溫先。呢度啲水好清啊，喺地下湧出嚟啲水。啲村民就喺個源頭啲泉水嗰度洗嘢。嗰度啲水淨清，玻璃水啊！過嚟對岸度揾地方坐坐先。啱啱呢田都有少少位置，呢度比較陰，喺度坐。執餐螺食啊！得嗰度條河有螺汁。
呢度石底唔知有條蛇定有咩啫咧，捐下嘢嘅。條泥捐嗰隻，哦條辣魚嚟，辣魚啊，不過好細條。